华视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台东的石屐甜阁大粒，产量是全台湾上悬，技术嘛是全台湾第一。也毋过这石屐拢爱靠人工类授粉，甲两种的品种来掺染，才会当生出着芳阁甜的石屐。所以有真侪农民都开始来采集着石屐花的公花，一蕊卖1箍，卖互其他的农民。讲敢若卖这个石屐花，一年统啊卖到1000万。 哦，这毛块片的，这有看到哈。农民真无简单，接触到一蕊也未开花石屐花，赶紧摕手林的社童摕花蕊做人工授粉。这一颗是凤梨世家，这个是大木世家，然后是采大木世家来卖给凤梨世家使用。台东以大目石屐甲往来石屐为主，种植有5000公顷，产量大约有5万公吨。 会当卖到40至60亿，是全台湾卖上济。种植技术更加是无话通讲。这些石屐拢爱靠人工授粉，将两种品种相染，种出甜阁芳的石屐。甲花慢慢调，甲内底花蕊摕出来。唔通看这花蕊无，就爱甲因放入去树缸，也是社洞内底，才会当人工授粉。行情是1蕊1箍。照台东石屐的产量，逐档的商机是正千万。 变做另类的产业，常常拢是半点钟就卖3000蕊。因为最近目前的需量是特别的多，就是因为年货的关系，大家都要赶着授粉，然后过年的时候采收。甚至有袂少农民的囡仔，平常时靠采收花蕊赚所费，嘛因为石屐花蕊替石屐农民带来袂少的经济价值。